轉眼間，幸福人教會已經走過4個年頭啦。喺2024年，我哋提供咗多項社會關顧服務，建立咗一班好有熱心嘅義工團隊。而喺2025年，程家偉牧師同呢一班義工團隊更加去到多個老人院探訪長者，將關心同溫暖帶俾佢哋。我哋好開心見到好多老友記決志信主，真係令到我哋好鼓舞。此外，我哋嘅音樂事工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都喺2個唔同嘅節目 Oh My Show 同與你傾聽細數之中，邀請多個唔同嘅嘉賓分享佢哋嘅故事同埋音樂，將神嘅愛傳遞到每一個角落。Oh My Show 更加參與咗多項唔同嘅音樂事工，令到更加多人認識呢個頻道。我哋好感謝每位弟兄姊妹喺過去幾年對幸福人教會嘅支持同埋代禱，為我哋各項嘅事工注入咗無窮嘅力量，讓佢哋得以持續發展。嚟緊2026年，我哋期待有更加多人嘅參與，共同拓展唔同嘅社區服務，希望喺社區服務同音樂事工都能夠有更加大嘅突破。就讓我哋一齊攜手並肩，將幸福嘅種子散布到每一個角落啦。